凝聚全球傑青光榮與夢想，表揚時代精英成就與貢獻。全球傑青2025提名火熱進行中，2025全球傑青頒獎典禮將與2025全球魚商論壇暨全球華商品牌盛典同台巨獻，盛況空前，國際榮譽，全球矚目。與你相約馬來西亞吉隆坡，呢場殿堂級嘅魚商奧斯卡盛會，由傑出華人文化促進會聯合世界魚商聯合會、全球華商品牌聯盟、亞太第一衛視共同主辦，星光熠熠，冠蓋雲集。載入光輝史冊嘅全球傑青評選活動，始創於2016年，歷經8屆。相繼喺香港、馬來西亞隆重舉行，大會特邀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原副總理吳桂賢、中國僑聯副主席盧文端以及中央人民政府駐港聯絡辦領導等主禮貴賓親臨頒獎，致敬祖國，獻禮華誕。2024年10月獲頒全球傑出華人、全球華人傑青殊榮嘅代表隨團訪京，受到全國工商聯副主席邱小平、中國僑聯副主席程學元等領導親切接見，中央對外聯絡部原副部長馬文普等尊貴領導出席訪京團慶祝活動，共享榮光。全球傑青，時代精英。歷屆頒獎盛典，世界鋼琴王子李雲迪、影視歌三棲明星孫耀威、國際冠軍魔術師殷澤權、拉丁舞世界冠軍梁思源、三度登頂珠峰女英雄曾燕紅、中國100億線商翁志明、5G 仿生機器人之父麥軒瑜、大馬地產女王梁思麗、港產陀飛輪創業家沈慧琳等等8位青年才俊獲頒全球華人傑青，矚目盛會相約大馬，敬請期待。